我呀，早子说的也不牛啊！我今儿做军队什么车住的，说西点的嘛都刚就嘛就去了啥车嘛的这，你来军队嘛的你去他们这嘛的你没得做西点的，这啥都还把全部去刷刷。我呀，平时屯这了感谢有吧？中国平时差不多几年，忙做了相对居民，大陆都这广播作为呢。这做个下山就看来说，呀，家人们呀，天了，做的牛啊，快，在家就，我家长俺那做军队，南个拖了铺住的，人家民这个，弄个补助的做乐队啥呢？这就把养不收，呀，家人们家，我查清了跑队啥呢？把查得啥的跑啊？今天既然做补助做老师家，补助做查看的嘛，啥西的忙不多啊？公个我得做老师也不讲，现在那边没，人家装对狼队得做，一了也不说，文字也不说，话也不录，老总也不接受啊，哎，这让你只能装多。抖音。